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比。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势。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对决也是真严重。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表示，俄罗斯的军队伫咧边境已经进入战斗位置，随时拢有可能会发动攻击。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就警告俄罗斯，若是出兵，就会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也若是英国首相强森嘛表示，若是西方国家无挺乌克兰，对互一寡少想食别人土地的国家认为讲，侵略行为未付出代价，对东亚佮有台湾拢会有严重的威胁。俄罗斯甲乌克兰情势紧张，巴士一台刷一台，甲民众踢走。乌东亲俄的分裂势力讲，政府军就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互民众坐车离开乌克兰，按算要撤离70万人。外界认为这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警报。对此，英国首相强生讲，若是西方国家无做到支持乌克兰独立性的承诺，会对全世界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也互台湾带来危险的信息。If Ukraine is invaded, the shock will echo around the world. And those echoes will be heard in East Asia, they will be heard in Taiwan, is that people woul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aggression pays and that might is right. 违反乌东停火协议的炮火拢无停，伫北大总共造成2位乌克兰士兵死亡，也有4个人受伤。这么人正伫咧立陶宛访问，寻求盟邦共同合作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讲，伫咧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军队已经更加挖近边境，而且就战斗位置，随时会发动攻击。Today, I want everyone in Lithuania, Estonia, in Latvia to know, and I want President Putin and the Kremlin to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with our allies. If Russia further invades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ill impose significant and unprecedented economic costs.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警告俄罗斯，若是侵略乌克兰，会面临着快速、严厉而且团结一致的经济制裁，唔通低估西方的力量。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拜六是甲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制定视察弹道飞弹甲巡弋导弹的军事演习，这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开会，发表声明讲，无看到俄罗斯减少伫咧乌克兰边境的军事活动。希望俄罗斯用外交方法对乌克兰实质撤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寒流影响，北部地区的民众应该已经有感受到。气象局对台南以北发低温特报，今日透早上气温是伫咧新北的片头角，敢若6度几。咱做回来看温度。今日毋若是温度低，各地头拢有可能会落雨，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阁有东部雨的白细准，而且因为今日的温度是袂因为日头出来就较温暖，台南以北上温暖敢若13度，亲像今日透早新北的片头角就敢若6度2，是温度上低的所在。若是温度甲水汽有够饱，关山是有可能会落雪。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款霜风挡入骨的天气，对今日到明仔透早只会愈来愈寒。若是出门，就一定要穿好少，雨衣、雨帽拢一定要会记哩扎。咱头拄则有讲到，阴暗到明仔透早会上介寒，不过这款温度若真正要回升，上紧就要到拜2过，落雨情形嘛要到拜4才会较少。为着防止这个今年上介寒的寒流，云林有家农伫咧家舍踮家厝顶放塑胶布，避免鸡仔惊着病。婚姻的家农叫来一趟的家属，要为家囝踮家厝顶取暖。家农讲，今年春天感觉比以前较寒，大出事10几天的家囝上惊寒流，因为家囝若受寒，将来抵抗力会真少，较会破病。小鸡的话，在小的时候，它本身没有办法调节自己本身的一个温度，所以对外面的温度的话，低温的话，我们要用外来的一个保护措施让它里面的整个饲养环境有维持到一个30几度的一个温度。不止家囝会惊寒，一般的两家也真惊寒。天气愈冷，都袂生卵。家寮的4颗链灯拢嵌塑胶布，为鸡仔防寒。目前全台依然欠鸡卵，若气温阁下降，可能会继续影响鸡卵产量。上下温度差10度以上，就会影响比较明显。愈寒的鸡仔愈惊，10几度啊，尤其是在
那个气温在15度以下都是可怕的。全台各地拢落雨，民众出门拢爱睇雨伞。受华南分河口东线也个寒流相挺影响，除了落雨，气温也愈来愈低。最低的时候会出现在星期天的晚上到星期一的清晨这段时间，北部、东北部大概9到10度，中南部大概10到11度左右，花东则介于13到15度之间，马祖大概是4度，金门大概6度，澎湖大概11度左右。为19下晡开始，气温明显降低，伫暗时到1、2期间，台中以北居然有10度低温的几率，金门马祖可能只剩6度，或者是更较低温，大家非常寒的感觉设定好。另外，伫20到1、2期间，云嘉南等地也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从今天深夜开始到下周一这段时间，由于温度跟水汽配合得上的话，北部、东北部2000到2500以上的高山，以及中南部3000以上的高山都有下雪的机会，所以提醒大家前往山区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关山有落雪机会，有确保用路安全。合欢山第14架线，翠峰到大武岭路段，19尾仔5点开始，搁一摆有经线封路，也看天气状况扩大管制范围到大八线中环路段。这摆寒流有真侪水汽，体感又搁湿又搁寒，所以气象局提醒民众出门一定要穿雨袖。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中国时报》。美典出版社1月出版的新册《鸡辣中国》，探讨香蕉啊伫咧中国的传播甲食险文化演变。有读者就发现讲，出版社无详细判断，就甲大陆这个词全部换作中国。连历史上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嘛变作是发现新中国。目前出版社已经回失咧，甲册落价回收。说落来是《自由时报》，中国大专院校目前有4万外兼任的教师，高教工会预估有一半是拢无教师证。按照规定，兼任的教师要申请教师证，就要由学校斗送审。不过，大部分的学校为了省钱省工，拢无做。所以，教育部按算要修法，规定学校有义务爱斗3工，预计今年顶半年就会实施。上尾是联合报，行政院去年发的加码馆，亲像是国旅馆、动资馆，对登记甲抽头啊已经乱过一回。不过，这寡优惠券的使用率却是无悬，国旅馆高档的使用率仅若37%，甚至地方创新券的使用率仅若1成。接落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总是增加8个本土病例，其中有4例是甲宗教协会有牵连。目前这个关注案已经有28例。另外，对高雄沙石场传去苗栗的这条传播链，嘛增加3例。上尾，阁有一个是新北加强版防疫旅馆的护理师，感染源要搁爱调查。对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9公布，国内新增加73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有8例是本土病例，另外有6例是伫厝隔离期间采检阴转阳，还阁有新增加65例境外移入，有31例航班落地采检是阳性，34例伫厝检疫采检阳性。南亚东来的航班这个落地采检阳性的比例也在增加。8例本土有4例甲宗教协会食饭唱歌有关系，新增加案例有3个厝内底人可能是斗阵见面去画到的，也是等去厝了后，甲厝内底人接触了画到的。另外一礼拜见面食饭，新北高中生伊的同班同学也确诊，看做是宗教团体互相收贿衍生的案例，加上原本的设计师互相收贿案件，总计画到34人。从19665那传给下面这个职场的，那就是传给第1波嘛。那传到我们这个唱歌的地方就是第2波，然后传到这位20019那就是第3波。是宗教团体的聚会，是这个的聚会的影响，是一个有限度的外扩。另外，高雄沙石场的传播链，搁再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疫情的调查发现，高雄沙石场传播链传到苗栗，一礼拜当的女性。结果，伊的翁婿也有囡仔3个人，伫厝隔离期间阴转阳，所以3个人确诊。另外，还有一个新北防疫旅馆的护理师确诊，而且感染源不明。第一层的里面检验，除了他以外，其他都是阴性。同一期的工作人员有13人，那检验都是阴性，相关的疫调也仍然需要进行。境外移入个案内底有一个50多岁男性，1月18对中国来入境，选择7+7的方案，2摆采检拢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期满了后，会去注一档 BNT 的疫苗。不过最近因为出国去采检，结果采检是阳性，CT值29，即阵暂时列做境外移入。
到即阵为止，全台湾有9条感染的传播链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宗教协会群组计共一共28人确诊，所以指挥中心嘛宣布启动专案，所有防COVID的接触者拢爱送集中检疫所隔离。台北市东区假日人真少，因为附近的 KTV 最近有确诊者行踪。新北设计师案产生宗教协会群组案19增加4名相关病例，有3例是估计阴转阳。宗教协会群组案有28人染疫，指挥中心宣布启动专案，所有确诊接触者拢送集中检疫所隔离。这个宗教团体的这样的一个群聚，跟目前在做疫调，有衍生需要做居家隔离者。那我们就以专案的形态来办。反正地方政府如果相关的案件要送到集中检疫所，我们就会来安排。传播链上可能要再留意说，是否还要观察10天，至少10天左右。如果在这10天之内传播到第2圈甚至有第3圈的族群有扩大的迹象，那就代表说，在这个传播链上可能影响的层次就会更广。疫情是不是有效控制？医师分析，观察期至少按10天，保守要到3月初。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确诊者行踪，对了往来捷运进捷站，包含超商、药妆店、大卖场、餐厅、病院、银行表示，另外新北市棒球高中生1995日参加宗教活动来染疫，当班动物自2019被科内隔离确诊。新北市卫生局科内家属甲补习班等相关接触者143人，其中5名家属甲134名动物老师。139人采检拢是阴性，134名的同班同学上课的学生，这里面也有包括补习班的。那这里面139人出来都是阴性，还有4个没有出来。新北市府公布新增加5例确诊个案，1名是集中检疫所中心的护理师，4个是居家隔离采检阳性，或者是阴转阳。这女护理师已经注3剂疫苗，有缘染疫。卫生局初步判断感染源可能是病人。因为他直接就有照顾到病患，那所以呢，这个感染源呢，目前根据疫调最有可能是来自于他照顾的病患。新北市卫生局表示，女护理师生活单纯，活动范围拢是上班甲转去，伫集中检疫中心接触14人，加小朋友4人，科内18人居家隔离，采检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疫情的情形，目前全世界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89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总拢总增加73例，目前是19937例，香港是2万多例，中国有10万多例，日本超过442万例，韩国嘛超过185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也若是欧洲迄边，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嘛超过2200万例。文化新简介，比利岛的事件到达已经40多天，国史馆用20年的时间收集政治单位的关乎资料，把这块资料整理出册，也出维权时期军法和司法的处理流程。1979年美丽岛事件对台湾政治甲民主发展影响真深，想起40多年前的过去，当年的当事者也感觉真感慨，真感慨，嘛真感谢，就是讲，咱的政府会当真正式用国家的力量来将这的史料来公开嘛。至少我们活过那段时间，自己做的行为有见效。OK， 起码有这种一个成就感。为着更加清楚展现赛后逮捕精神，政府对东华活动的监控，国史馆今年特别出版8本美丽岛事件的史料汇编，整理政治机关为主的官方档案，发现有不少是用线名，或者是用所谓工作关系甲运用关系的化名。2002年的9月就开始访查各机关的美丽岛事件档案。那初步的成果呢，有4000多件档案，大概270张照片。有2个不应该有的那种错误或者扭曲。第一个是把民党整个运动解释为高雄事件，
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在谈美丽岛运动的时候，都太重视个人，这是个时代的一个大运动，并不是几个人的英雄行为哈。国史馆表示，苏落去会阁继续收集整理资料，打算进一步处理美丽岛事件的案挂案，包括林家血案、高准明案，甲延续几多年的国际救援议题，互本案会当更较详细、完整呈现伫个国人面前。记者阿敏金、陈保罗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传统的食食会当展现族群的文化。伫咧非洲的国家乌干达，甲附近真侪国家共款，拢会食糖，而且因上喜欢的是食草莓啊。因是安怎掠、安怎卖，咱做伙来看。伫咧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真侪所在拢会让看到煎草莓啊这道小食，食起来有淡薄仔像咱的胡椒虾。有人是挂一个篮沿路伫咧卖，有人是涂骹粗布纸排规排伫咧卖。这是当地民众上喜欢的四手啊。产地主要是来自中部的马萨卡。挖尾啊卖时阵，掠草莓啊人就开始传，铁棒插伫咧桶仔内排规排。天寒了，顶头就挂青色的电火，真正就去饮真侪草莓啊，敢若是野破火共款，弄的铁棒，结果顺着铁棒盘喺桶仔内，工作人员就赶紧去掠，才袂互伊个走去。有当时啊，因也搁伫咧现场烧一寡杂草，互光线因为烟更加集中。这种青色的旱子，对天顶看有几多公里长，是当地特殊景观。严讲毋是掠着就好。几多10公斤活跳跳的草莓啊，包好了，爱趁天光之前，赶紧送去坎帕拉大盘会来收。介绍发好了，伊布拉星伊掠几叶的草莓啊，赚到750欧元。过来就是有当的业者来挂货，这款草莓啊用人工加石果卡买流板条了，伫咧市场卖，像安尼一杯1.75欧元。虽然有一寡人讲到食糖是真惊，不过糖的2倍即含量比牛肉甲鱼拢较悬，而且吃的成本也个对环境的负担拢较低。怎么全世界粮食愈来愈无够，专家就认为这是补充营养的正优质的来源。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受到寒流影响，各地头温度拢会较低。中部以北、东北部佮有东部会变大雨，但是出门一定要穿雨小，雨伞雨满嘛会记你早。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9度到12度。中部地区8度到13度，南部地区9度到18度，东部地区11度到18度，外岛地区7度到1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